基督徒醫學團契。久不久咧，我會同4位嘅醫科生一齊讀聖經啦、祈禱啦，然後跟住咧有少少嘅茶點。後嚟咧 A 醫生咧喺鄰國嘅非洲國家做咗宣教士，佢喺嗰度結埋婚添。佢話嗰啲人咧當佢好似皇帝咁喎。B 醫生咧亦都去咗鄰近嘅非洲國家睇嗰啲咧係好多都係由中東同埋非洲去嘅難民。C 醫生咧，我有機會同埋佢喺同一個病房為到一個咧係垂危嘅 BB 祈禱。好耐都冇見啊 D 醫生，我去佢屋企探訪佢。D 醫生咧，然後佢守生寡，佢嗰族咧佢結婚嘅時候咧，嗰個所謂嘅丈夫都唔喺身邊嘅，喺國外嘅。咁啊，同佢傾咗一陣之後咧，就為佢祈禱啦，求神引領佢前面應走嘅路。弟兄們，你們要謹慎，總要趁着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希伯來書3章12至13節。